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休閒步行者頻道。今次去食一間好受歡迎嘅蒸汽活海鮮自助餐廳，新店開到去國貿，200幾蚊就有全場生猛活海鮮飲食，有蒸汽爐加骨底小火鍋雙食法。今次仲上咗新品小青龍、澳洲藍龍、各種鮮蟹、鮑魚，全部無限供應。仲有烤榴蓮任食、刺身、多款酒飲，主打新鮮活海產自助。羅湖過關落車好近，想知新店有咩新嘢食就即刻跟我出發啦 ！Let's go！ 前面呢間就係魚博梅國貿新店，之前去過福田分店，而家羅湖國貿開分店，過關食方便好多。今次3間鋪頭都上咗新品小青龍，福田、羅湖、寶安3間店都可以食到。單人海鮮自助係252蚊一位，想食成隻生猛小青龍有2個揀法，單獨加購一隻係112蚊，或者直接揀292蚊套餐，包自助再加隻小青龍，相當於淨係補40蚊，抵到爆。入場每台要俾100蚊食材按金，用餐限時2個鐘，食完嘅時候冇浪費食材，押金就全數退返，拎飛就可以入場。而家啱啱開餐，門口已經排晒隊，人氣勁旺。坐低之後，伙計會寫低食飯嘅完結時間，唔驚唔覺意超時。鋪頭係輕奢海洋風，藍光燈帶配紅色軟卡座，環境乾淨，座位又唔會逼，仲有靠窗靚位。取餐區分開幾個區，坐邊度都唔使行咁遠。每台有蒸汽爐加細火鍋，火鍋底係老火豬骨湯，台面仲有專用海鮮骨盤，設計好貼心。跟住我哋一齊去睇下食材區。第一檔就係鮮活海鮮區，成場淨係供應活海產，幾十款魚缸擺滿晒。新品小青龍隻隻生猛，每隻差唔多有1斤半，每日數量有限，早啲嚟先至有。另外仲有藍龍蝦、大隻羅氏蝦、九節蝦、花蟹、手掌大生蠔、口鮑魚、海螺、花螺、孝子、花甲、青口、扇貝等。店員不停補貨，鮑魚仲免費幫我哋洗乾淨，全部海產拎上手仲係喐緊，新鮮度一望就知。隔離係火鍋配菜區，旁邊師傅駐場現切牛肉，雪花紋靚，肥瘦啱啱好。再行過就係刺身區。水準唔輸，專門日料店，三文魚、北極貝、甜蝦、八爪魚、希靈魚、紅酒、鵝肝全部有，仲有生葉蟹蝦、日式壽司同前菜，中意食生冷一定滿意。人氣王一定係燃燒榴蓮，新鮮果肉即場烤，出爐綿密流心，香到暈。側邊仲有大型燒烤檔，另外有熱菜、海鮮砂鍋粥、小炒、香辣蟹、避風塘蟹、小龍蝦都隨便食。冷盤、水果、甜品選擇超多，破椒、鳳爪、醬牛肉同各式海鮮前菜、山竹、人參果等貴價水果任拎。雪櫃有西式甜品、6款雪糕、熱花茶、果茶任飲。飲品櫃幾十款汽水咖啡。酒水區更驚喜，清酒、梅酒、紅酒、洋酒、啤酒全部免費任斟，中意飲酒就啱晒。調料區可以自己撈醬，辣椒、蒜蓉、麻油全部齊，中意麻辣都調到。拎一籠海鮮放蒸汽爐，店員會幫效定時清蒸，完全鎖住海鮮鮮甜。羅氏蝦蝦頭爆晒膏，蝦肉彈牙；藍龍蝦清甜滑嫩，鮑魚有咬口，花螺花甲完全冇沙，剩點少少豉油已經好食。蒸海鮮嘅同時，將脆鯇魚同鮮切牛肉落骨底，火鍋度滾，鯇魚滾10幾秒就脆甜，恰盡湯底先。牛肉滾耐少少，都有濃郁牛香。中途夾一塊烤榴蓮解滯，芝士焗蝦香口，蒲燒鰻魚甜潤，現烤五花酥香，款式多到試唔切。由
活海鮮、刺身、燒烤、火鍋到甜品、酒水一站式全包。小青龍3間鋪頭都有供應，揀近嘅鋪頭食就得。環境乾淨、高質，200幾蚊自助，性價比極高。遲啲仲會上新東賒場大隻醃雞髀粉面，到時又多一款特色小食可以試。最後講下路線，羅湖口岸過關搭1號線一站到國貿站，選擇 C 出口出閘，一路行到底就會見到商場升降梯，做升降機上到2樓，出電梯幾步就見到漁博會門口，超好揾。今次翻到呢度，想食新鮮活海鮮自助，千祈唔好走雞。中意呢條片記得點讚訂閱，分享俾中意食海鮮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